溫依番17號嘅人成一。我今日會介紹俾大家睇一個遊戲室，叫做平山遊戲室。如果你想嚟玩嘅話咧，你可以去天水圍西鐵站嘅 A 出口，然之後你去天橋嗰度，然之後去到個盡頭度落 lift 啦，然之後咧你就見到一個管就行過去，5分鐘就到噶啦，你就去2樓就嚟到呢度噶啦。我首先會介紹咗上滑梯先，大家跟我嚟啦。我而家會做倒立俾大家睇。我仲識得做得手翻㗎。拜拜。今日嘅介紹就完畢啦，希望大家都中意呢個平山遊戲室，有機會可以喺呢度見到你一齊玩啦，拜拜。